在录视频吗？录一点给家人们看。对，可以的。600米处有压线和限速100拍照，保持主路行驶，请走左侧4车道。阿桑在成都哪儿去玩过？2公里后驶出3环主路，往成功大道1段方向。在附近玩，在关嘴、湘子、洛带、金龙长城。没有去到地方玩了？啊？都没有在其他地方玩了。对，不能出，老是说一起来就不能出成都了。以前可以去过那个江油那边的。江油。对。老师们带我们去，那时候是没有一起好，太开心了。他们2个。